我是我自己哦，因为我从小就是鼻子常常每天都塞住，我从来没有通过。然后我阿嬷就是煮那个茶叶，剩下的那个茶叶水喝不完的，然后就说茶叶水洗鼻子很好这样子。真的、然后你知道就那个挖工这样，然后叫你这样不是用喝的，是用吸的。这样怎么吸啊？对，我就想说这样2只鼻子，你用2只鼻子一起吸哦，吸进去之后从嘴巴吐出来。你有成功吗？有，我还就是做了一小阵子，然后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受，因为那感觉就很像，就是刚刚讲溺水，就它会呛到，可是多练习之后就是很顺，它就会直接通到，它就会出去，不会就是一直去呛到。那洗出来你有看吗？是什么颜色？哎，有没有真的比较好？小时候也不会看，可是真的有比较好，尤其是那个茶叶水，如果是温热的时候，尤其是有时候冬天很冷，然后一起床，我的鼻子大概那个水龙头就不会关，对，然后我只要洗完就好了。这要来请教一下陈医师了，这到底该不？哎呀，再安装这个，跑这个出来，人家在安装这个 APP 竟然跑那个出来。不错，也可以录影，也可以照相呢。还可以把那个目标拉近呢。哎呀，好聪明啊！
到底是几倍啊？